翻嚟香港，歐瑞強 Albert 宣布，繼5月70大 show 演唱會之後，將喺7月4號同5號喺香港大會堂舉辦演唱會，作為第2浪嘅慶祝活動。屆時將大唱經典英文歌曲。Albert 嘅仔仔歐恩俊 Adrian 除咗擔任演出嘉賓之外，亦係演唱會嘅監製。Albert 同 Adrian 兩父子一齊接受我哋專訪，分享感受啊！佢一早已經係計劃定呢個 part two 㗎啦。嗱，所謂 part two 其實就唔係嗰個 show 再做多次，而係咧另類嘅一種演唱會。會唔會都有機會想同爹哋可能合作多啲，或者有作品上面都有多啲 crossover 合作？咁唔止今年啦，之後可能嚟緊未來嘅幾年都 keep 住可以真係好似 partner 形式咁樣同佢合作多啲。咁啊都幾期待嘅。又可以多啲俾意見啊，多啲去參與佢嘅製作嘅一啲項目咁樣，所以就係咯，拭目以待咯。我諗呢一個跟佢學嘢啦都。咁講，佢唔係我咩下屬，唔係伙計，唔係嗰啲嚟嘅，係我 partner，即係我合作嘅伙伴。冇咗佢好多嘢都唔好掂。唔該晒啊！